现代人这囝是愈生愈少，也毋过动物伴煞是愈饲愈多。台湾去年登记动物伴的数量竟然已经超过红婴仔。政府统计讲，即马甲动物伴相关的经济已经有600亿。高雄就学校上准这个趋势来成立动物伴的经营科，也开100多万来起专门教室甲水族馆，要来培养专业人才。 校园内底就亲像开一间宠物美容院，唔有宠物美容师、旅馆，阁有营洗身躯的所在。台湾宠物商机已经有600亿，高雄这间科技是上准市场的需求，来成立宠物经营科，因开100多万来打造3间宠物正教的教室，阁有1间水族馆。校校表示，因是南部头一间来成立宠物产业科系科技。每个月都会去固定美容，每周2。 会有人去送他过去美容，应该会吧，就是有证照比较保险啊。最多的就是猫，第二个就是狗，第3个就是鱼。我们目前也是以这3种宠物作为我们学习的重点。根据农业部的资料，去年出世红婴仔才13万多人，狗仔、猫仔登记数22万多只，来显示宠物产业人才需求增加，学生毕业就要考证照。这唔但对宠物美容师的技术是一种肯定，对主人来讲，其实信任甲保障。经济这一块，未来的人才还需要很多。 目前我们常常接到的都是找不到美容师，至少高达90%以上的店家绝对指明要台湾训练协会 KCT 的这个证书，因为我们要求比较严格。国内饲宠物的家庭愈来愈多，主人拢将宠物来当做厝内底的人疼痛。理事长表示，宠物经营的出路是真宽，包括水族的养殖人员、宠物美容师、营养师、兽医助理等等，拢因应未来宠物产业人才需求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